伫咧冷机机的环境，敢有法度证实过？洛西亚伫南极的研究站有法度伫零下89度证出事过，到底是安怎证？曹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。证实过爱找烧热、加速、日头光艳艳的所在，可以较大。上舒适的温度是日时30度以上，暗时22度以下。也若低温的所在是介唔好。不过，洛西亚极地研究机构的科学家说，头家伫南极有地球上低温记录89度的厄斯托克观测站，成功栽种试过，总共开103工。На вкус и запах подобные астраханским. Всем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ось. 科学家考虑到温室内低气压甲氧气无够的因素，经红肉甲黄肉两种杂食型的试过，用人工授粉、特制的土肉甲营养，嘛使用太阳灯系统。今年4月顶旬开始栽种，第7月收成，计共有8粒试过，上大粒的直径有13公分，重量大概是1公斤。От 10 до 13 сантиметров в диаметре по экватору и 0,8 до 1 килограмма веса. 洛西亚伫南极的厄斯托克科学考察站，进前已经成功栽种白绫仔菜这菜色。这届实验成功伫地球上南平证实过，科学家拢讲心情真欢喜，阁煞来会挑战栽种各种梅仔果。南极试过的成功，对着伫外太空长期进行实验的太空人，也是未来按算要移民去外星的人类来讲，拢有重大的意义，讲是新闻新6倍变异。